chia寫第286句金句，化痛為光5部曲。喺心理學咧，有兩位好著名嘅學者咧 Tedeschi 同埋 Cohen 咧，就提出咗創傷後成長啊 （post-traumatic growth），就係話有好多人喺創傷中嘅時候係冧咗啦、崩潰啦，同時都總有一部分人咧係反而因為呢個創傷係迫使佢哋跳出既有嘅框框，重新思考生命嘅意義、定位、價值，係喺痛中長出新嘅智慧同認知，建立新嘅生命心靈嘅坐標。佢嘅生命變得更加有韌性，更加有生命力。所以佢就提出咗一套理論，就講創傷喺咩情況下可以促使我哋反思生命同埋提升我哋生命能量嘅契機，唔係逼我哋變好，而係善用呢個創傷同挫敗。佢提出咗5個維度嘅。第一咧就係個人成長，就係要學習面對脆弱，接納負面嘅情緒。值得問自己嘅係，呢一次創傷令我睇到我過去忽略咗自己嘅乜嘢，忽略咗咩情緒，忽略咗咩關係，同埋我係咪能夠更加誠實、更加勇敢、更加溫柔去接納我自己嘅脆弱，從而促進個人成長。第二啦，人際關係就係連結翻啲有價值、深層而我忽略咗嘅關係。問自己就係我值得更加關心啲乜嘢，我一直忽略咗嘅關係咧，同埋值得修補翻有啲乜嘢係疏遠咗、淡咗嘅關係。我係咪可以喺親朋戚友、同事朋友之間主動去發起，無論個人單對單或者成個小團隊嘅愛嘅連結咧？第三啦，就係反思生命。重新排列生命嘅優先次序，我會點調整我人生嘅定位方向同埋生活方向呢個重心呢？未來嘅人生我擺頭嗰3位，1、2、3位會係乜嘢？第四啦，就提升我內在嘅力量，發展更有韌性嘅生命力同創造力。問自己喺我面對創傷最沮喪嗰一刻，我其實仍然可以有咩選擇？有啲咩力量同咩健康嘅心態，令到我未來更能夠面對生活嘅衝擊，更能夠逆境感恩。最後啦，就係重視心靈嘅力量，就係探索翻生命嘅本質同埋靈性嘅出路。就係我對業力、我對命運有啲咩新嘅體會？我嚟到呢個世界，如果係有目的嘅，有一個靈魂使命，呢個會係乜嘢呢？嗱，上述呢5點咧，係讓我哋去重新反思我哋生命，而且佢好強調咧，痛苦同我哋嘅成長可以並存嘅，所以我哋可以繼續傷痛、繼續悲傷，而同時繼續善用呢個痛苦同悲傷，去有回歸內在，揾翻內在嘅力量。係承認內心嘅脆弱，然後互相扶持，主動求助，同信任嘅人去分享，能夠從呢個挫敗中長出呢個溫柔嘅智慧同埋愛。祝福大家都能夠喺今次嘅集體傷痛中揾翻你嘅力量。Thank you。